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漢斯艾泰啊，係 B 仔股嚟嘅，上市編號係3378嚇。公司咧喺武漢為基地啦，做一啲咧所謂咧叫做藥品嘅研發啦、生物科技嘅技術等等，我覺得咧係受市場關注同埋炒作會比較容易少少嘅。12月15號開始招股，12月18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啦。上市日係12月23號嘅，發行價格28蚊至32蚊啊。每手入場費3200蚊多啲啊，集資額挨近6個億噃。咁睇翻行業應該會有炒味嚇，咁啊因此大家有興趣咧，大家自己去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